歡迎來到秘秘小王子嘅貓妹時間。Hello， 咁我哋今日就介紹下呢條新貓 racing 賽道先。首先影到終點嘅位置先，就喺呢度。一開始會喺呢度，呢度係去翻上邊，俾大家熟悉緊呢一條賽道先。去到呢一個位，到呢一度係終起點，然後我哋就會喺呢度落翻去。如果大家都想睇貓妹嘅話，請入秘密小王子叫3、2、1，落波子啊！請大家睇好了。3粒白珠，仲落緊嚟啊！謝領頭嗰粒先。哦呵，單時間有啲就跌咗嚟呢度啊！呢最頭嗰粒已經去到呢度啦，不過仲有粒棘住咗喺嗰度啊！睇嚟呢一粒就帶頭贏㗎啦！呢一粒贏咗咯！咁你睇下。第二個粒啦，佢有轉好位置，落到一個轉，好2粒都贏咗啦。第三粒就喺中頭呢個，因為分差嘅關係，所以佢就去到呢度就俾人淘汰嘅。如果大家都想睇貓妹片嘅，咁就記住我嘅片係咪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啊？以後都會多啲拍貓妹片嘅，大家敬請期待。